那说到底，好的，当木头呢，他们机械的，机那么械的，那么我具备机械的嘛，木头的需要读心，我们继续对了呀，这个春季课程的事实法50颂的内容。的，那么那个什么深度耶？好，这位大家都听得到吗？好，那说，好的，到底了呀，嗯，咋说嘞？呃，这里的机械的嘛，木头的需要用在了几个点下来啥呢？那么第一呢，之所以要继续这那个就春季课程，他不切别个里啊，那他你写起，那么就写图要嘛的。本来这第一这次课程呢，按照计划啊，那么前面有几天没有上，所以就想说要多加几堂课。那么同时我也想说，借这样一个机会哦，那就今年就把世之法50颂能够都讲完的话，会非常好。那么这样明年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可能新的一个主题。中国也研究啥呢？大陆把主播切下来，然后蛮多上不了，这样说现在第九所节以我就了点，想今年呢，这里就把世之法50颂能够讲完。人入档前呢，可是推不开始所以呢，就多加了几写的没得。堂课。当然呢，在第二点也第二档我主要的是一些商业嘛，不起来学么好些。那么今天呢，到第二几档的这算是一个开始哦。各位新年，那么，对啊，所以一般来说呢，下的，呢，呃，我们说如法依止上师，或者说依止善知识出国嘛来的，的这样的给点方式，进入前面呢，那个不他说的只是给点啊，从佛法上来说很重要，给点啊，老边点啊，而且我们说在就差的要了吧？世间法上，从人世间来看，我们也都需要依止老师。然而呢，在密乘的传统当中呢，更是对于依止上师，呃特别的重视，而且有很多的原因。那么因此呢，我这里首先想讲一下，就是第八世噶玛巴米之多杰，他在他的著作《七心不二》这个教研开头部分哦，就讲了一些有关于依止上师的重要性还有理由。所以这个当中呢，就著作中提到哦，如果在声闻乘中，弟子呢有可能在上师还没有获得果位时呢，就获得果位。譬如说阿难尊者，他自己还没有获得果位，但是听闻他跟随他学习的弟子反而比他先得到果位。那么另外独觉呢，也可能在最后一世当中不依止上师就获得解脱。所以呢，并不是说，啊、他就完全不需要医治老师，独觉不是完全不需要医治老师，可能在过去生当中有医治过。所以呢，这里就说他在独觉这样的行者，在最后一世，他可以不医治上师而获得解脱。那么，比如说他在最后这一世，他就会到这样一个极静处，或者像在坟场这样的地方修持，然后就能够领悟到整个缘起的教义等等。总之呢，他能够不依止上师而获得解脱。所以这是第八世方米居多杰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到，首先是声闻乘中哦，弟子在还没有他的上师没有获得果位时，弟子就可以先得到果位，或者刚刚也讲过了，独觉也可能在最后一世不依止上师哦，就可以获得解脱。那么在密乘当中，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依止一位
比自己证悟更高的上师，而且呢，如果不依止上师，就无法获得成就，获得悉地呢？原因是首先较低的这些乘法的这些修持道路并不难理解。那这些乘法的果位也比较容易修持也比较容易这个获得。因此呢，是适合普通根器的人。所以它是比较适合这个普通根器的人。所以可以说是共同的一个法门同样，我们前面谈到说，最后一世的独觉就他也能够凭着自己这个有限的智慧的这样的一种傲慢，然后他能够理解有限的一些所知、一些知识、一些内容。那这是因为他过去的熏习的这种可以说一种推动力而让他在最后一世能够获得解脱。但是在密乘当中呢，由于因、道、果等等这些案例这些论述是非常深奥的，所以弟子他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有限的或者说片面的智慧，就自己达到证悟。所以说密乘的法是殊胜根器者的一个不共的这种境界。因此，如果没有依止到一位比自己更具有智慧、慈悲还有能力的上师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达成这种密法的成就的。特别呢，这个我们在声闻乘、独觉乘里面，我们也谈论到很多，到底有他们的这个2障、3障到底有没有完全尽除但一般会说，因为声闻独觉乘没有完全尽除3障，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完全尽除3障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累积这个尽除3障的这个资粮。所以要能够完全尽除这个3障就必须要累积能够尽除3障的圆满的资粮。那么这样的一个资粮的圆满，在密乘当中就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累积这样的资粮呢，我们会说你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对境，帮助学者、行者累积资粮。但是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像现在没有办法直接见到佛陀，所以如果没有一位如果没有依止到一位我们可以视他为佛陀，等同佛陀的，或者说等同本尊的这样一个积资净障的对境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完成这种依靠一个殊胜的福田对境而成就的这种大的菩提资粮我们就没有办法圆满，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在除了金刚上师之外就没有办法其他这种可以视为佛陀的积资净障的对境所以说不依止上师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子殊胜的成就。而且呢，依止上师特别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解脱跟就近解脱的成就等等这样的许多。那上面这一段就是在第8世法王的著作切信波尔中谈到的一些内容。所以可以看到他从这个声闻乘、独觉乘还有果上的这样的一个密乘
啊、这个上师都是非常重要的。다 된저가 라마 칭이다 데마지리아 아주 딘주 라마 된다데 야부 충분히나 안에 배에 망보시 용되게 알아서 다而且呢，我们说，如果能够正确的医治上师的话哦，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 가시 심신나는 자와이 그래 현대계라 딱 그렇죠 뭐 로마 타바 남라 람다는 라마 타베 진이 중앙이 세세 가다 比如说，这后面我们还会谈到，但在这里简单谈到，像十轮柱的一个无垢光的尊者的解释中就提到，由于对众生慈悲，而且常常精进于利他的善行，所以亲近的弟子将能够获得正道。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殊胜的上师的恩德所致哦。所以，如果能够正确医治上师哦，是有很多的功德的。那当然，如果医治方式不适当，那么也是会有过患的。 比如说，如果不正确的医治上师的话呢，那么所以如果不正确医治上师的话呢，那么就会比如说落入地狱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上次有提到过。那总之，我们今天呢接着讲哦，要讲的段落是我们看宗喀巴大师的世持法50颂科判，里面有提到说如何修净哦，有8个部分，先是献供。 再来，事事如佛，如教奉行，对上师财物及其眷属应如何行事，还有各种行为皆应清净，身与恭敬事项的差别，远离我慢，不随自意而行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谈到的是第一个，就是如何修净的部分，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献供。那献供的部分哦，它又分为4个部分来讨论。那么这4个先不细谈。那么总之呢，这里主要在谈的就是如何对于上师做献供啊，还有跟献供有关的这些内容。那么米居多杰在他的一部著作叫《指引三生业汪大印》当中哦，就提到要以怎么样的心态来侍奉上师哦。那就有这么一段文字哦，他说，就是侍奉上师时需要具备怎么样的心态呢？那他提到，就是说侍奉上师也好，或者供养上师也好，这时候的心态哦，不应像侍从这个侍奉国王那样，只为求得今生的圆满。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侍从啊，国王身边的侍从，他们会侍奉国王，但他们最主要的用意哦，他们的动机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今生的圆满，为了求得今生的一些福德福祉，所以可能会要谄媚讨好这个侍奉国王。当然现在来说，很多地方并没有国王，但是很多时候像我们对于上司也好，或者说在这个首长啊，对于你的领导啊等等，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心啊，为什么要侍奉他？为什么要照顾他、侍奉他？只是为了你求得自己的一些利益。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要送些礼物啊，说些好话啊，奉承啊等等。如果这样
因为总是带有这些有所得的心在做，尤其在这是在东方的文化里面也会特别有讲到这一部分的。就像在印度尼泊尔也好，那么很多这些在很多机关公司里面，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你是要对于多大的老板做这样子的奉承侍奉有的时候只是你的管管管你的上面的那个人，你可能就要对他做这样子的这些侍奉，这些讨好。那么平常呢，有照顾好，有做好该做的这些侍奉的话，那么将来遇到问题他就可以照你，就可以帮助你。所以，总之第八世法王他就提到，我们在依止上师、供奉上师的时候，不应该有那样的心态，就不是为了求得今生的圆满而侍奉依止上师。所以他接着说，弟子要怎么样？应当怀着深植于心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解脱的心意来侍奉上师。同时呢，要带着这种坚定的来世我也能够再得到人生，能够好好修持佛法，带着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跟非常亲近的动机，追求解脱的心意来侍奉上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可以说就是整个侍奉上师最重要的一个心态这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怀着深植于心、坚定不移的追求解脱的心意来侍奉上师。那么接着呢，在阐述侍奉的这个本质的时候，那么藏地的很多大师们，那么大部分都会引用到这个弥勒菩萨大乘庄严经论中的这么一段教言来说。应以恭敬、供养、承事及修行之道来亲近善知识，或者说来侍奉善知识。所以这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结合《大乘庄严经论》这里提到这一句跟世师法无实颂这里所谈到侍奉上师，结合这两者的有一起来讲的这种传统。像第八世噶玛巴米支多杰在 A 汪大印他那一部著作中，还有第八世噶玛巴的弟子噶玛钦列解尊吉扎松崩，那他也叫做巴康义师总之，在他的这个著作叫噶玛车胜，也都谈到了结合大乘庄严经论，还有世师法五十颂这样结合来教授的方式。像是米居多杰，就第八世法王噶玛巴在他 A 汪大印中就有提到，他就在提到说关于侍奉的本质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如经中所言，就是大乘庄严经论所谈到上面那一句，应以恭敬、供养、承事及修行之道来亲近善知识。特别是在密乘传统中，可从各种密室教言中得知，这些教言呢，被阿舍里马明汇集于《世师法无实颂》中。所以这是密支多杰著作中就有这么谈到。那么尤其呢，在噶玛车乘就是这个第八世法王的弟子巴康义师，他的著作中呢，也详细解释了如何借由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上面这段经文所讲的4种方式，就是哪4种呢？供养、恭敬、承事，还有实修修行，来依止上师。同时呢，里面也将这样的内容跟世师法五十颂相结合的来教授。
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个什么叫做供养呢？也就是所谓的借由供养来医治上师哦，其实就是指说像上师献供等等行为，比如说像上师献哈达呀，献供这个比如说水果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恭敬，所以所谓的借由恭敬来医治上师，是指说对于上师你表示敬意。还有避免各种不敬的行为。再一个呢是陈氏，它的意思就是为上师提供呢各种的这种服务，比如说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要为上师奉杯茶，然后或者说massage，或者说一些按摩，或者说总之呢，就是这都是陈氏的这样的意思。那么第四个是透过修行来医治上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实践上师所教导的这些佛法，也就是说，不就是听过而已，而是真的在去修行实践上师的教导。那么对于上面谈到这几个部分哦，还有结合世事法无事颂的这样的方式，结合来教授的方式哦，巴康义师在他的伽马车乘中呢，有下面这样的句子哦，提到第一个供养方面呢，它指的就是提供饮食，还有这个衣物啊等等的物品。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哦，就他特别提到，如果尽你所能了，那么就应该依照上师他的心愿哦，欢喜的做供养。那接着呢，巴康义师就引用了世事法无事颂的颂文：于自世具鬼犯师，以非可施弃于子，即以自命长成事，妄复变动诸财物。所以这个颂文就结合了大乘庄严经论的供养啊，一起来解释。第二个呢，大乘庄严经论谈到刚刚讲的第二个就是恭敬，它指的就是保持一种恭敬的仪态，然后避免呢这种不恭敬的各种的表现。接着巴康义师就引用世事法无事颂内容，就是以最胜信日30，献花中为而合掌，头顶皆足为坐礼，开眼上师当警示。这段颂文我们在去年有讲过了。同时呢，他也提到再引用了另外一句，就是可谓等同坏塔罪，不应践踏上师引，况复更所不应踏，若鞋若垫若秤等。就像这里提到的，就是说因为很恭敬上师，所以连上师的影子都不会去践踏，更不用说像是上师的鞋子，他用的坐垫等等这些，你也都不会轻易的去践踏。所以这里都是巴康义师他提到恭敬里面的内容。在第三个就是陈氏，这里巴康义师就提到说，指的是什么？就是为上师这个按摩，或者说擦拭等等这些日常的这些事物。总之日常生活中都应该要以这种非常和善、恭敬的态度来陈示上师。接着他引用了世事法无事颂的内容，就是大觉会者以欢心，精勤听受上师命。若如理事无力能，其所不能婉言谢。又说，或着其足，或欲身，服饰给予抚摩等，皆应先行为作礼，礼以后当随所喜。那最后一个是修行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对于上师的所有的教戒，你都要去
好好的修行去实践。所以对于上师所教授的所有的这些佛法哦，都要好好的去听、思维，还有修习，然后依照相应的方式尽力然后精进的去修行。一般我们会说，供养里面最殊胜的就是修行，再来中等的是牲口的供养，再来最下等的是各种物质的供养。所以这里谈到修行方面哦，它指的就是可以说，也就是最好的一个供养。那最主要说，为什么这是一个最殊胜的供养呢？因为我们会说，具德的，真正的善知识哦，具德的善知识，我们是透过修行的供养来取悦他的，而不是仅仅说透过这些财物的供养让他欢喜。那最主要就是因为真正的善知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弟子能够好好的修行，能够获得解脱。那么因此，身为弟子如果一直到这样的善知识上师的话，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修行了。那么在米志多杰的这个百段教言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说，他有提到说，一般来讲，最殊胜的供养是修行，就是实践上师的教言。但他也接着说，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为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怎么做能够让上师善知识欢喜哦，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如果善知识他希望的是这个供养是这个修行，那么当然，这时候如果你各种，那你就真的要放下所有世间的很多的事情工作，然后就好好的修行，比如说到这样的极静处，到山林中好好的闭关。那如果说上师是喜欢牲口的供养的话，那比如说上师他可能突然有一些事情需要你来做，那么他可能会告诉你你没空闭关了，你得出来，要好好做事情，来帮我做事。那这时候你也要这个依教奉行哦，你这时候你就不能说不行啊，我要修行，修行最重要，我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的。我在闭关，我在修行，我没空帮你去做事，这样是不行的。这时候呢，的闭关修行不见得就是让上师最欢喜的事情。那么再来呢，有的时候可能上师是因为财物的供养而欢喜。那这时候上师可能说：“来，弟子，这个东西你帮我买到。”但如果弟子他能力能做到的话那他就应该努力去做到。所以主要第80房在百段教言中提到这一段，就是在提醒，很多时候不要以闭关实修为借口，闭关实修是最好的供养，所以我其他事情我都不管了。那这样子不见得是让上师最欢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比如说接着呢，宝刚医师还有引用了这个《大乘庄严经论》的
还有本身传的一些内容啊，但这些下面也会提到，所以就不细讲了。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华严经》当中啊，也提到过亲近善知识要具备21种心态，这个在我们之前课程中有提到过。但是呢，我们说《华严经》在汉文当中的《华严经》呢，是只提到了20种心态。虽然说《华严经》中提到亲近善知识要具备21种心态哦，但是在藏地很广泛为人所知的一部叫《集学论》，他在引用《华严经》的时候呢，只引用提到了其中的9种心态。那么在藏地这9种心态之所以广为人知，或许就是因为噶当派尔将《集学论》还有《入菩萨行论》呢，视为这个修行行持的这个核心的典籍哦，所以9种心态哦，特别被人所知道。总之呢，宗喀巴大师认为呢，这9种心态就是集学论当中，引用华严经所提到的依止善知识的9种心态哦，它包含了亲近善知识的所有关键要点。宗喀巴大师这么认为。所以我想这里简单的提一下哦，这个集学论当中这里讲到的亲近善知识的9种心态，是哪9种？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叫做心如这个孝子。就是将自己完全的奉献于上师，就像是孝顺的孩子对待父母那样，那要顺从这个上师的意愿。所以它的原文是心如孝子，于诸亲友承顺颜色故。对，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孝子就说比喻如同孝顺的孩子能够这个对待父母那样，所以要能够顺从上师的意愿。接着第二个呢是心如金刚，然后它原文是心如金刚，志愿不可坏故。它指的意思就是说，跟上师的这个亲近的一种依止的关系它是坚固不可摧的。所以任何人呢都没有办法破坏，就像是什么，像是金刚一样坚不可摧。所以就说弟子的心要如同金刚一般坚固。再来第三个是我们的心要像大地，它这里原文是心如大地，荷负一切，无疲倦故。那这里在说的就是我们的心要像是大地一样，意思是说呢，在我们承担负责上师的一切交办的事务的时候，我们要像是大地承载万物一样是没有任何的疲倦的。再来呢，第4个是心如为山，心如这个轮为山，摄御诸苦，无请动故。那这里比喻是说我们的心要像是这个轮为山，那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山脉意思是说
面对任何痛苦的时候都不动摇，不会有说啊我做不到啊这个太痛苦了，我放弃。所以是面对任何痛苦呢都不动摇，就像是环绕世界的这个山脉哦，龙维山一样坚固不动。就像《俱舍论》当中就有提到这样子的所谓的龙维山哦。对，或者说心如这个铁围山哦，也是可以的。总之呢，心要像是这样子的铁围山、龙围山哦，不会轻动摇的。再来第5个是心如庸人，洗涤成秽，离交慢故。原文是这样，所以这里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像是仆役一样，像是仆人一样啊，不会总是想说啊，我只做那些高尚的事情，卑微的事情我不做，我觉得那个太耻辱了，所以不做啊，不是这样，所以是愿意执行一切卑微的工作，就像是仆人哦，清扫污垢是一样。在第6个是心如朴实哦，随诸作物不厌见故。这是说我们的心要像是这个啊清洁的人啊，清扫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要舍弃所有的傲慢跟自大，那么自视要低于上师的，如同就像清洁工人是一样的，就像清扫垃圾的清洁工人是一样的。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自视甚高，或者有那么一点傲慢自我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种事我不做。所以这里在谈的重点就是舍弃一切的傲慢跟自大，那么就像是清扫垃圾的人是一样的。再来第7个呢是心如大车，原文是远重致远，不侵坏故，就是说能够欢喜的这个承担上师艰难还有重大的各种任务，这像是大车子，能够这个运载很重的东西，而且可以走得很远，是一样的。再来第8个是什么呢？心如良马，无暴恶故。那这里藏文的是说心如犬哦，心要像是狗是一样，犬是一样。那么就像是狗对主人是非常忠诚不二的哦，所以就说即使说被上司呵斥或者这个辱骂呢，也不生气。再来第9个呢是心如传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往来不眷顾，原文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无论多么这个频繁的去做这种上师的事物，但是都不感到厌倦，就像是船只哦，没有疲倦的在两岸来往哦。所以这个呢，就是《集玄论》当中引用到《华严经》的亲近善知识的9种心态，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他用这个举例来说明哦，会比较有感觉。所以我想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哦，因为是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开始，第1天，就不多说。
那么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呃，前几天哦，这个佛教的这个国家缅甸呢发生了这个大的地震，那么很多人这个丧失了性命，还有受伤等等，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的房子啊，各种建筑物都倒塌，造成了，总之。但我们从新闻上看啊，我们听到，缅甸会说是一个比较这个新闻不那么自由的地方哦，所以可能有一些资讯还不是真的很清楚，但是光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景象啊，还有很多的报道，就可以看到真的是这次地震呢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还有痛苦，甚至好像一些城镇完全都没了。因为最主要的这次地震的一个地方就是缅甸的很重要的一个大城市。那么甚至距离这个缅甸应该有一千公里的地方的曼谷，都因为这样的地震而造成了也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呢更不用说真正的震央缅甸了，那是更惨的。所以希望呢，今天所有我们听闻课程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了这次地震受难的死亡的受难的人们能够为他们回向，为他们祝福。那么希望他们都能够尽快的离苦得乐。那么，尤其我们说缅甸、泰国呢是这个佛教国家哦，那么或许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呢，大家都有都有了一层这个亲切感，所以感受可能也会更深一些。所以我想明天后天，我想有机会跟时间的话，也想安排各个寺院大家一起来这个一个法会有回向，一起为生者亡者来祈愿祝福回向。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